其實佢一定大過飛機嘅，一定係我哋香港嚟嘅。咁咧，其實外國嘅世界咧，好多時影呢個馬小跳專隻係唔煙咧，就係因為佢唔煙咁可以配種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賽馬嘅世界入邊咧有兩種揾錢嘅途徑，一種揾錢嘅途徑就好似香港咁，考試考得好咪有獎金咯。另一個揾錢嘅途徑就係打賭，係啦。咁外國嗰啲地方咧就由打中開，例如係日本啊、英國啊呢啲咁樣啦。好啦，咁咧我哋香港咧頭先講過啦，一隻馬我係打呢啲咁嘅外國世嘅馬匹。咁呢個世界好簡單嘅啫，分咗南我分咗北南。雖然香港打嘅係但係香港喺南係啦，香港係北嘅，咁咧咁北南球嘅地方咧，歐洲英國啦、愛爾蘭啦、意大利啦、法國啦、西班牙啦咁樣，咁人如果北半球啊，其實我哋中外好多啲，另外就係美國啦，美國都係大陸嘅問題，呢個就叫北半球嘅世界。日本同香港一樣都係北半球，係啦，7個以上嘅係。係啦，以上個國家咧，咁係啦，好多人都唔知，好多人都講香港有啲係有嘅，有啲係，但係可能翻唔到嚟。係啦，咁樣啦。咁咧，北半球嘅馬有啲咩特色咧？普遍嚟講，記兩樣嘢啦。以馬會跑長啲嘅，即係長啲嘅時間嘅時間。第二咧就係個場地要腍啲，知唔知落咗雨個場地會腍啲？係啦，咁嘅嘢就啱啱好普遍啦，即係一直出邊喺度啦。但有嘢相反啊，日本馬係跑得好硬嘅，落咗雨佢就好硬，因為日本好大，地冇辦法咁樣啦。好啦，咁咧但係香港嚟計咧，其實南半球嘅馬會比北半球嘅多。咁南半球最主要嚟自兩個大嘅體系啦，澳洲啦，咁頭先講過北半球嘅馬跑長啲，澳洲啦、西南風係相對跑短好為主。因為其實我哋香港咧中意係啦，普遍嚟講16以上我哋叫比較長啦。其實16至4我哋都叫正常，100就叫1比啦。